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嘅話語同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每日都得到更新。唔知道今日嘅你係點樣開始新嘅一天嘅呢？可能你一睜開眼睛就帶着燦爛嘅笑容，滿心歡喜地迎接新嘅一天，但也有可能你心裏正藏着一啲難過嘅事情，卻唔知道可以向誰傾訴。人生有時真係好難預料，前一日仲充滿喜樂，轉眼間卻可能突然陷入意想唔到嘅困境中。但你知道嗎？不管今天有多艱難，我哋始終都有一個永不熄滅嘅盼望。今日2026年8月24日，每日靈修節目，請各位聽眾與Marissa樂倫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主題係充滿盼望的生命之道。我哋跟隨上帝嘅生命，總會交織着山頂上嘅高峰時刻，也會有疲憊不堪走喺深谷裏嘅時候。有些時候，我哋會經歷滿滿嘅祝福，喜樂充滿心裏，讓我哋覺得一切都很圓滿。也許此刻嘅你正沉浸喺幸福當中，剛迎接孩子出生，辛苦咗咁耐，終於可以升職了，或者啱開始享受輕鬆自在退休嘅生活。老實講，睇見你正在享受這麼甜美嘅祝福，我也替你感到開心。但我也知道，有些人正在人生最黑暗、最痛苦嘅深谷裏聽着這些話。可能你正在因為失去所愛嘅人而忍唔住哭泣，也可能你嘅事業突然崩塌，讓你不知所措，又或者你正在被一場耗盡身心嘅疾病折磨。我從心裏理解你嘅痛苦，也能體會你嘅感受，因為我自己也曾經走過那樣孤單難熬嘅日子。當我哋掉進人生嘅深谷時，傷痛同眼淚好容易遮住我哋屬靈嘅眼光，讓我哋睇唔到上帝正在安靜地掌管一切，並且帶着愛與我哋同在。然而喺跟隨主嘅道路上，黑暗嘅深谷係我哋遲早都要走過嘅地方，而就係我哋最疲憊、最無助、最走投無路嘅時候。請你一定要記住一件事，上帝願意走進我哋最深嘅絕望裏，親自嚟到我哋身邊，以我哋相遇扶持我哋。我記得我第一個孩子出生，發出第一聲哭啼嘅嗰一日，那正係我同妻子一齊走進流淚深谷嘅開始。我嘅孩子不得不在加護病房裏躺了好多日，接受各種檢查同痛苦嘅醫療處理，只係為了找出真正嘅病因。老實講，嗰段日子我幾乎崩潰了，甚至以為上帝已經完全離棄咗我哋呢個家。當我哋身處黑暗、走投無路嘅時候，眼前嘅環境好容易蒙蔽我哋，也好容易讓我哋被自己嘅情緒欺騙。
我永遠忘不了那些痛苦失望、撕心裂肺地求上帝醫治孩子嘅時刻，而就係那些破碎、充滿絕望嘅禱告中，上帝開始向我說話。佢溫柔地提醒我嘅心，佢仍然離我很近，佢仍然掌管着一切。那時候，上帝用嚟安慰我、拯救我最大嘅力量就係佢嘅話語。每當灰心失望快將我吞噬嘅時候，上帝總係會用唔同嘅方式，將一啲特別嘅經文帶到我面前。我感覺自己裏面好像重新有了一股生命嘅力量，也重新燃起了盼望。正係喺呢段艱難嘅試煉中，我學到了一個非常寶貴嘅信仰真理。我哋必須時時刻刻將自己嘅生命牢牢扎根喺上帝嘅話語上。詩篇130篇5節俾我哋帶嚟一個非常有力嘅訊息：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耶和華，我也仰望他的話。呢句話帶俾我哋多大嘅安慰啊！因為如果我哋將盼望放喺上帝以外嘅任何事情上，最後往往只會帶嚟焦慮、害怕、灰心同疲憊。真正嘅平安同盼望，只有喺上帝自己同佢嘅話語裏才能找到。當我哋堅定地等候主，將信心深深扎根喺永活嘅上帝話語裏，就會發生一件美好嘅事。我哋會重新揾到嗰份堅定不動搖嘅盼望。詩篇130篇嘅作者一定非常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佢唱出咗呢句詩歌。這詩篇通常被稱為上行之詩。喺詩篇裏，從第120篇到第134篇，一共15篇被稱為上行之歌。呢啲詩歌係古代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參加歡樂節期時喺朝聖路上所唱嘅詩。那係一段充滿喜樂嘅旅程，就像站喺山頂上嘅一樣。但值得注意嘅係，呢啲詩歌並唔只係人生站喺高峰時才唱，亦係喺黑暗嘅深谷裏，喺艱難疲憊嘅旅程中唱出嚟嘅。上帝嘅百姓甚至仲未走到目的地，就已經滿身大汗，身體疲憊，心裏疲憊嘅時候，大聲唱出這些讚美嘅詩歌。這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深嘅屬靈提醒，即使身處人生嘅深谷，仍然讚美主，就係一種強而有力嘅信心宣告，足以勝過肉體嘅軟弱同艱難嘅環境。好多時候，我都親身經歷到，當勇敢地宣告上帝嘅話語時，佢嘅話語會帶嚟生命和盼望，滋潤我乾渴疲憊嘅心。有些時候，我痛苦到講唔出話，甚至唔知道該點樣去禱告。但上帝嘅話提醒我，聖靈會親自幫助我，替我說出當說嘅話。路加福音12章12節。當我曾經陷入極大嘅經濟困境，面對一大堆壓得我喘不過氣嘅賬單，唔知道該點樣做時，佢嘅話語溫柔地安慰我。如果上帝連外面嘅麻雀都看顧，佢又點會唔看顧我所需要嘅呢？馬太福音6章26至27節。當焦慮同恐懼不斷充滿我嘅心思時，上帝嘅話再次向我確定，
佢所賜俾我嘅唔係膽怯嘅心，而係剛強、仁愛、謹守嘅心。提摩太後書1章7節。每一句經文都唔只係寫喺紙上嘅文字，而係上帝嘅恩典，喺我哋破碎嘅生命同艱難嘅處境中不斷流露出嚟。我哋一齊嚟禱告。親愛嘅上帝，感謝你，因為你係信實嘅主。即使我走喺黑暗嘅深谷裏，你仍然與我同在。此刻，求你憐憫那些正在失去、疾病同走投無路困境中艱難前行嘅人。願你永遠嘅話語以及祝福嘅光照亮我嘅心思意念。求聖靈幫助我，將信心深深扎根喺你嘅話語裏，無論環境多麼動盪不安，求你使我嘅心仍然平安，堅定地存着盼望。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門。各位親愛嘅聽眾，今日你正在面對什麼樣嘅困境或難處呢？不管你正在嘅處境如何，請不要急着灰心。你一直渴望得到嘅盼望，其實已經完全地賜給我們了。就喺上帝嘅話語裏，也就喺我哋救主耶穌基督榮耀嘅祝福裏。你要勇敢地宣告他的話，就像當年嘅詩篇作者一樣。上帝嘅話語就係我哋人生堅固嘅根基，也係牢牢捉住我哋心中盼望嘅錨。這活潑嘅真理勝過我哋曾經讀過任何一本書，也係帶領我哋順服主、跟隨主最好嘅方向。就喺今日，將你全部嘅盼望都放喺佢嘅話語裏，安靜地觀看我哋偉大嘅上帝親自伸手動工，將充滿眼淚嘅深谷變成滿有祝福、滿有恩典嘅泉源。各位聽眾，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明天再見。親愛嘅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於主耶穌，或者你有任何嘅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留言或電郵至 chiase@oneway.vn。主耶穌愛你，本節目期待與你聯繫。